也祝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伫主的厝内，大家人相甲伫遮相见哈。这是一个敬拜俄罗的日子愿咱的心灵伫伊的面前得到伊的欢喜。咱来先看启文，来，启文，今仔日的启文，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诚做一个。OK， 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互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对敌。伊废除犹太律法的界面甲规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才咧讲起耶稣的功能角色。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对敌。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互两边成做一体。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所有的人，包括恁遮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当对共一位圣神来亲近爸，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石，规个建筑面靠伊来连接结合，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这是伫咧讲对耶稣基督足水真完整的陈述吼。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敢若来吟迄个554首，上线尾554首。基督徒，咱一个身份，就是24点钟，咱的专辑就是基督徒的身份。基督徒就是对耶稣脚步的人，耶稣来。伫咧传上帝国君恁着悔改来，头早起也好静，夜晚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步也无停。着吞论到着息，宽心听候修行，就会欢喜坚持，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会欢喜坚持。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我个修得来，就会欢喜坚持。我个修得来。OK， 咱顶礼拜咱有安尼唱过50几首歌吼。咱甲这首歌，互伊搁较照伊的迄个节奏，照伊的节奏。这首歌是什么款的气氛？哀愁的、欢喜的，充满期待、快乐的，倒一种。我想这是安尼相当欢喜、快乐，要去修行吼。但是要修行以前要有业障。有关落来，这个心情进入伫这个内面了吼。透早来，透早起也好静，天昏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步也无停。着吞论到着息，宽心听候修行，就会欢喜坚持。我个修得来，我个
守得来，我搁守得来，就会欢喜掩饰，我搁守得来，我搁守得来，我搁守得来，就会欢喜掩饰，我搁守得来。来，咱三下来祈祷，陪伴咱的心。愿阮就是上帝国你要修成的宗旨。愿阮欢喜阮的性命，受上帝的神压落伫土里。一粒麦若无死，就袂当结实。一粒麦，阮仰望阮就是迄粒麦，欢喜互上帝照你的意思栽种伫土里。伫阮的家庭，伫阮的社区，然后阮欢喜成做一个为着上帝的国，为着福音的传播，为着阮身边侪侪人的灵魂会当得到救，进入伫上帝恩典的国度，阮欢喜迄粒要破碎阮家己，然后自我破碎、自我改变、自我毁坏了后，一个新生命对遐忠诚，这个忠诚的新生命，互人欣赏。上帝啊！愿阮一世人是一个，毋是消费福音甲救恩的人，阮是一个欢喜分享、白白得来、白白互人新生命的基督徒。今仔日，阮就要伫遮用欢喜而乐来开始阮的敬拜。愿你的神活泼阮、放松阮，互阮会当享受礼拜的水、礼拜的快乐，因为上帝的神伫遮。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就开始今仔日的敬拜。请咱大家同心，做伙来敬拜俄罗主，透早起来。透早起来，俄罗主，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透早起来，俄罗主，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罗主，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起来，俄罗主，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请你的手接我。透早起来，俄罗主，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心命交托你。因为伊是守守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俄罗主，透早起来，俄罗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俄罗主。
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心爱的兄弟，大家平安。平安。透早起来，我乐主，咱心内就有平安到。阿门。阿门。是，这时我要邀请咱大家，向身边的3个人做伙来请安，对因讲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请咱起立来向边的人来请安。平安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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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咱游玩起立。让咱的活力来唱这首歌。起来，我乐主，透早起来，我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请你来唱着我。透早起来，我乐主，透早起来，我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心命交托伊，因为伊是救赎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民的主宰。透早起来，我乐主；透早起来，我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乐主，透早起来，我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请坐，透早起来，我乐主，透早起来，我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我乐主；透早起来，我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因为透早起来见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耶稣的疼真正奇妙，耶稣的疼真正奇妙。咱做伙来唱这首奇妙的疼，耶稣的疼。耶稣的疼真正奇妙。耶稣的疼真正奇妙，耶稣的疼真正奇妙，奇妙的疼。非常悬，非常悬，我袂当看过伊；非常深，我袂当猜到伊；非常大，我非常悬，我袂当看过伊；非常深，我袂当猜到伊；非常大，我袂当猜到伊。奇妙的疼。是，这是我要邀请大家用咱的手，用咱的活力来表现耶稣奇妙的疼。所以我要请大家来学我的动作，我比了就换你们。好，来，请准备哦，手准备。非常悬，我力。非常悬。但是我们动作要到位，所以你的手一定要伸直直的哦。再一次哦，非常悬，我力。非常悬。非常轻，我力。非常轻。非常快，我力。非常快。奇妙的疼，我力念出来。奇
了会听。对头来唱。耶稣会听，真正奇妙。耶稣会听，真正奇妙。耶稣会听，真正奇妙。奇妙会听。为上繁华袂当抹落伊，为上真话袂当接落伊，为上繁华袂当接落伊，奇妙会听。耶稣会听，真正奇妙。耶稣会听，真正奇妙。耶稣会听，真正奇妙，奇妙会听。主啊，阮需要你。主啊，阮需要你。阮每一个人拢需要你，伫阮的生命中，伫每一个时刻，伫每一天。我需要你。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哦，我会当遵行你旨意。我将你的话藏伫我内面，做路手的光，正做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信心，使我开朗，让我会当勇敢向前行。我知有时我会乱了搁摇船，求你引带我，让我袂行袂路。我需要你，我伫我心中，让我的一生会活出你旨意，让我会当正做你欢喜的囝儿，让我的一生会当彰显你荣耀。生命中的每一天，人人拢会拄着无同款的问题甲试炼。生活中的烦恼，常常是一项解决，一项有过来。你甲我伫无同款的角色内底，咱就无同款的烦恼。一个老师，伊的烦恼是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学生，学生才会晓。学生的烦恼是册哪会遮济，我读拢读袂了。做头家的，伊定定加烦恼，要安怎做才有上大的利益，赚大钱。若是员工伊的烦恼是，当时我才会使来休困，放大假。做爸爸妈妈的，每一天拢在想，我是应该爱用爱的教育，还是应该来做虎爸甲虎妈？每一个人拢有伊无共款的烦恼，所以咱来学习，毋免去欣赏别人。有一首诗歌咱真熟，这个朋友就是耶稣，担当做挂甲烦恼，真正咱有大大福气，万事拢通对伊讨。咱每一天拢需要主活伫咱的生命中。愿主用伊的手来压榨、保护咱，引带咱做伊欢喜的囝儿，勇敢向前行。主啊，阮需要你。主啊，阮需要你。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让我会当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的话放伫我内面，做
路上的光，正做我脚前的灯。主，求你坚固我心事，赐我开朗，予我袂当勇敢向前行。我知有时我会乱跳过摇转，求你引带我，予我袂袂行的路。我需要你，我伫我生命中，予我的一生为我出力气，予我会当这做你欢喜的囝儿，予我的一生会当彰显你荣耀。请咱的手来拥抱主。你我伫我生命中，予我的一生为我出力气，予我会当这做你欢喜的囝儿，予我的一生会当彰显你荣耀。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伫我生命中，予我的一生为我出力气，予我会当这做你欢喜的囝儿，予我的一生会当彰显你荣耀，予我的一生会当彰显你荣耀。愿咱每一天拢有主活伫咱的生命中，阿免。这时会众请起立。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这时，请咱三个来纪念新的改变，新的改变。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时，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充满着慈悲怜悯的上帝，我感谢你。这时，正受阮的囝儿，徛立伫主你的面头前，愿来敬拜，来学你，来唱歌，保扬主你的名。主啊，愿你的圣神即时踮伫阮的中间，启发阮每一个人。主，你爱阮三贴，你爱阮三夫妻，因为你知阮伫人生的过程中间，阮有时需要做的帮赞。这个帮赞对上帝遐来，对阮四周围的人。主，你爱阮无只有顾家己，阮也需要看阮四边的人。阮的厝边，因的需要。主，你无爱一个人沉沦，你爱人人拢得到福音。所以，伫你受体之前，你对门徒安尼讲，因要对圣神遐来得到快乐。
主你爱因世界去见证，去传福音到地极。愿主你的灵即时也启发阮，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清楚知影，阮对上帝遐领受偌济恩典，偌济的才能，偌济的钱quyền，互阮会当尽阮所有的来，互主你采用。求主你帮助阮，无过头来自高、骄傲、掠家己，所有当拢会当做。总是阮也无过头来谦卑，直到阮看无家己，感觉家己啥物代志拢袂当做。愿主你互阮每一个人伫主你福音的曙光顶面，阮会当找到的角色。这个角色是适合阮家己的，而阮每一个人对上帝遐领受的财物、恩典、才能，拢无共款，无分大也是无分小。每一个人所献的，拢诚做伫上帝的面前芳芳的做。愿主你也帮助阮，会当开阮的目睭，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喙。若是阮四周围，阮看见有需要帮助的兄弟，阮会当伸出阮的手，阮会当讲出安慰的话。伫阮所有的，阮尽力来帮助因，行过即个人生因拄着的苦难。伫即2礼拜，阮教会有兄弟失去因的亲人，愿主你亲自安慰因，拭去因悲伤的目屎。因为阮知影，阮伫世上的日子真正有限，无论是长也是短，阮最后拢要到上帝伫遐三角来团圆。所以，阮无对即个死亡对到绝望，因为阮知有一天阮要阁相见。愿主圣神，互阮教会成做一个福音、传福音的一个所在。阮的门对社区来开放，互一侪毋捌你的人入来到阮的中间，通过阮听伊，通过因对阮的接触，因来入来上帝。主求你，互阮讲的，阮所做比阮讲的搁较侪，互因对阮的行为、对阮的行答，过阮的待人接物的中间来入办主你。有时阮讲真侪，总是阮做的无够，愿主你来赦免阮，来原谅阮，也求主你即时甲阮每一个人三角伫地，阮每一个人的需要你拢知影。求主你也亲自来怜悯、来眷顾、来攻击，互阮伫即时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来领受对牧师遐要来教导。阮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咱三个来应答上帝话，启应文第61篇，启应文第61篇，咱三个来应答。恁遮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改变甲律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
所以令外国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可以来连接结合。这时，请咱大家来看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人书第10章第13节到15节，以及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咱这时大家来看罗马人书第10章第13节到15节。因为既然求叫主的名的人要得到救，总是因所要未信的，抬头会求叫伊；所未听见的，抬头会信伊。若无人传，抬头会听见；若毋是风车，抬头会传。照所记载讲，传这个好处的福音的，因的脚步水到怎样？第2个圣经记载伫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罪啊，治罪要为阮去。我就听，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下面咱三甲做伙来念以赛亚书第6章第8节，咱三甲出声来读，三来。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罪啊，治罪要为阮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咱阁三甲来读一遍华语，三来。我阁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因今仔日所要学乐的是，我知一切计划。圣歌队学乐说，无说今日讲到的题目是立志传福音救灵魂。
兄弟大家平安。耶稣听你，这是世间上大的好消息。问题是，你到即句，你有真正深深体会主听你嘛？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你有法度通真正去找到一寡记号、一寡故事，甲人讲真正上帝真听我，上帝听我。上帝听我到极，迄个毋是讲上帝出现伫你的面前，为着你创啥？真侪时阵，你身边有真侪人，就是上帝予你的天使。伊就是上帝通过伊对你讲话，伊手所做的看去，其实就是上帝听伫咧普塔你。伫你我咱的人生，若毋是有上帝安排太侪天使伫咱身边普塔引带、保护、鼓励，咱的人生绝对无法度行到伫遮。但是咱对遮的因素，咱无一定会讲，主啊，这个就是你对我的听，这个是你对我，伫我抑阁毋捌你、无要承认的时，你已经静静。用上安静的方式，直咧攻击我。一个台湾的医生，伊感觉真亏欠，因为一世人读册，读医学院真辛苦，台湾读了后，佫走去美国。你知影遮虽然伫遮完成医学院的训练，要去美国。都要定心，搁对基础开始，都要搁对 intern 开始，然后摕到执照了后，都要搁继续做一寡服务，然后搁进入专科医生的执照。听后伊几十年完成任务了，伊吐一个气讲：某啊囝，我对恁真亏欠。嫁互一个医生的家庭。我这几十年来，无论伫台湾的受训，来到带恁来到伫美国，我真正无陪恁。所以拄啊摕到迄个专科医生的执照了后，伊甲家己放一个真长的3礼拜假，车开咧，虽然是冬天，车开咧，全伫东部直说来到伫加州，来到伫西雅图。已经真忝，伊遐久塞车陪即个家庭足忝，然后伊就怎啊甲伊的车走去西雅图的一个山谷洼里，停伫遐，车发动，伫遐休困一下，无拍算一个休入去了后，怎啊困甲毋知影人去，因为太忝。听到伊醒起来时，不得了，规个车是冷叽叽，因为。已经车拢熄去啦，毋知熄偌久。伫冬天的下面，佮外口落雪，伊开始恐慌，规个家庭即摆来到伫即个所在，伊要安怎创？佮伫山谷的中间，毋知要安怎，伊就甲伊的某、甲伊的囝讲，咱车内所有会当用的物件拢摕来，摊东西拢加来，然后伊赶出咧外面。行路出咧外口去查，伫落雪天伫遐咧查，后来去查到一台货车，拜托甲迄个货车讲，拜托甲我带去一个加油站的所在，我要找人救我的车，因为我规个家庭的人拢伫车内，遮尔冷，惊挡袂牢，伊安尼赶，果然真正查到一台货车，迄个大货车甲载到加油站，你若有伫美国加油过，你就知影，伫迄个较野外的所在，根本加油站都无人伫遐，迄种你家己爱加油，家己爱处理，所以加油站嘛无人。开始伊就当啊直找，毋知要安怎，后来去摕到一本 Yellow Book， 迄个会当找电话，上近的所在，伊就看按怎拍电话找人，然后。无拍算，对方真正最后一支，伊找到一个人，甲伊接电话，然后伊就直直拜托，无论如何你爱来帮忙我。对方甲伊讲，你即个人伫倒 ？OK， 我伫倒位的加油站，
伊讲我半点钟后到位，请你等我一下。然后半点钟后，真正迄个人来，车一个开，就坐咧，看伫倒位，就带伊去。听下到目的地，到迄台车的所在，当然无惊，拢真冷，迄充满迄是一个恐慌的气氛。现在开始咧找无人的时，伊咧想讲，只要会当有人救我，会当有人帮助我，偌大的代价我拢肯付。即马真正有一个人来到伫遮，你知影即个少年医生呢？伊咧想的是啥？即个人毋知会甲伊请就偌济，毋知会甲伊收偌济钱。规个心内想讲，当这落雪天伊毋知会甲卡油偌济钱。但是一个落去的时，伊跳落去，已经去看伊的某囝，然后伊才突然发觉一项，即个司机，即个来要甲救的人，无两支骹，伊就爱等一个滑板落来，然后慢慢切，然后伊下半身坐迄个滑板撸起，然后迄个车提起来，我讲你这是拢甲无油去，无油，所以伊就怎啊甲伊车来油倒咧，OK 处理你咧 ，OK start， 伊会当。即个医生人尾啊，才敢若直直咧想，伊毋知会甲摕偌济钱，毋知会甲摕偌济钱。无拍算，听后即个拢创好，即个无两支骹的即个师傅，摕一个25线的银仔角甲伊的囝淡仔算算了后，甲即个银仔角弹去，互即个囡仔做礼物，然后物件摕咧，然后佮迄去个车顶开咧，就要走。换迄个医生甲动咧，稍等咧，你还无甲我摕钱？伊讲毋免，是安怎毋免？这是拜六暗时呢。我的心内咧担心的是，你毋知要甲我摕偌济钱，啥事你安尼专工安尼来，讲毋免，伊讲毋免，是安怎？用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当伫越南战争的时，阮去拄着地雷，北越的军队一个来，嘣一个，我两支骹拢无去。伫迄个性命真危险的时，突然有一个家庭有人走出来，怎啊讲我拖入去伊个内面，然后甲我藏伫内面，甲我救。听下我规个月后，我的骹拢好。我嘛想讲，我一世人我毋知要安怎报答即个家庭，因为迄个家庭是冒因性命的危险，伫咧暗号我。就爱偷偷去叫医生来医治我，然后迄个消息阁袂当出去，然后到最后了的时，安怎样阁偷偷安排我透过管路，互我出来。我要离开，我直直讲，到底我要安怎报答迄个家庭？直直讲，阮是信耶稣的家庭。你若感觉你有啥物要回报？请你伫一世人的中间，然后拄着人有需要，请你就安尼，甲即个听继续传落去。即个医生伫美国做专科医生，后来伊较稳定，伊常常伫暑假用几个月的时间，转来台湾，到伫关山顶。伫遐咧做义诊，把爱传出去。因为你甲我，伫咱的一生的中间，毋知你有感受到你的人生，若无有即个人听你，若无即个因素，根本你无可能行到伫今仔日。毋知即款的故事伫你的身上，你会当整理出来无？你会当整理出来，然后好好啊想，即个若毋是上帝会听，
这个若毋是上帝暗箭伫咧因带保守，这若毋是上帝差遣，这个人真正会安尼听你吗？会安尼无条件互你吗？无安尼伫咧无完全无所求，伫咧陪伴你甲你的家，若毋是有即个听。爸母有人真讨厌伊的爸母，伊会当列出一堆伊的爸母对伊外歹，因为伊的心内所想的就是爸母的外歹。但是我有看到一寡爸母真正是真歹，真正是真歹，对伊的囝真凶、真严，袂堪得伊的囝有啥物款的贫惰犯错。但是我会当看到真侪爸母疼囝疼甲今日怨恨是大人，爸母严甲拍甲今日对爸母是感恩，直直感谢伊的是大人，因为伫人的伊生命的中间，你是一个会讲起稳定的，还是你会讲起埋怨的？毋是在伫你经过什么款的歹的环境，是在伫你家己你的心灵的态度。你的心灵的态度，你会用什么款的目睭去伫咧看？圣经定定讲，主啊，叫你开我心灵的目睭，其实就咧开即个。甲即个别人看是歹的，但是你有法度伫遐通过你信仰的解说，通过你信仰的目睭定睛看，然后归荣光伫上帝。即个医生，伊后来变做一个会当用伊的医生的专业，然后伫咧帮补真侪伊后来伫医疗的中间拄着歹命、艰苦、付钱付袂起，也是有真侪人甲伊讲起伊的心内家庭哀伤，然后伊适时出手帮补，然后遐个人要安怎感谢伊，伊嘛讲毋免，你继续甲听传出去。基督徒，咱会当做的就是上帝啊！你真正遮尔疼我，我要安怎样报答？因为咱有法度报答上帝的疼吗？无法度。上帝敢若讲：你去传，把爱传出去。但是伫即个遮，咱拄着一项，咱直直讲。要叫人来信耶稣，要叫人入来成做上帝的囝。咱直直讲，咱这是咱做基督徒的使命，无毋对。即摆问题是，保罗伫即个遮讲一项，人若无身体的求救，无听他有机会通信，无传他有人会听会着，无差遣。无差遣，透有人会出去传 ，OK， 有差遣，才有人出去传，有人传才有人听，有人听到心内才有机会反省，然后最后才有一寡人选择讲，即个我要信。宗教遮尔多，事实逐个人拢需要宗教，逐个人心内拢需要一个神明。即摆问题是，咱真惊。你若信了毋对，你一世人哪热心，迄个神可能害你哪深。那敢若你咧开车，方向若毋对，你驶哪紧，你要去的所在离哪远。咱咧讲宗教背后就是一个神明。啊，咱逐个人咱拢需要上帝。拄则带咱学了敬拜的讲。上帝啊，阮需要你，是啦。注意，我对细汉，其实咱即个才有平安礼仪社。我对细汉的时，我对我国校的时，就是即个平安礼仪社的头家陈先生的哥哥是我教会团队。细汉啊，伊就特别徛咧，到伫田呢，到伫逐所在。
拜六就来发，来礼拜哦，明仔载礼拜哦，来礼拜哦，然后一个田，逐所在去发。哦，但是啊，若看到讲有人期末志袂强，就等后壁，我袂瘾去甲你做礼拜啦，我袂瘾去甲你做礼拜。请问，接近上帝是啥人的责任？牵调上帝是啥人的责任？每一个人，上帝啊，毋是你需要阮，是阮需要你。你讲迄个我们吼，我伫即礼拜周报我有写，说个周报拄啊，即个只我看无到，就一位看无到，就有错误。迄个我们，阮，甲咱，拜托，咱长老教会袂使伫即个只创毋着的哈。上帝啊！咱拢是罪人，敢对？咧祈祷的时吼，咧祈祷的时，绝对无咧讲咱。咧祈祷的时，绝对无讲咱。上帝啊，咱安怎弄？咧祈祷的迄个，咱咧祈祷是咧对上帝祈祷，对毋对？对上帝上帝嘛。有人咧祈祷吼，注意哦，上帝亲爱的上帝安怎，祈祷啊，到尾啊，全对会众咧讲话，毋对，对上永永远远敢若上帝那点，所以对上帝咧讲话的时，绝对无用咱，对毋对？对上帝咧讲话，敢若用阮，阮排除听的对象，阮。排除听的对象，咱包含听的对象。我真望你会当对牧师娘讲，牧师娘，请你来咱兜，咱的房间拢互你用，咱的灶骹做你用，咱的冰箱做你摕去食，安尼对毋对？迄个咱就是包括你甲我无分彼此。牧师啊，我真听你哦，但是这是阮兜，请你要来以前先叩门一下。这是阮兜，请你来到阮兜，冰箱袂当随便甲阮开，对毋对？来到阮兜。袂使灶骹也去，房间也去，逐所在拢去甲阮行行咧，无我的允准，你逐所在去啊，安尼是无礼貌。OK， 迄个阮甲咱对台湾人来讲，敢若台湾人才有即个物件，剩的语言无即个物，这是真趣味的代志。所以伫咧书会的人吼，会记哦，即个阮甲咱定定徛伫遮，还是伫咧内顶咧祈祷遮，爱分得清楚。只个遮咧讲，要诚做互所有的人，上帝听即世间的人，上帝听世间每一个人。若安尼还有人去传，才有人会听到；有人听到，才有人会信。有信的人，伊就会向上帝祈祷恳求。即摆问题，啥人？先知讲，上帝咧化休，我会当找啥人去啊？啥人肯为着上帝的国去啊？其实伫即个遮咧讲咧，谁能为我们去？即个我们唔通讲，迄是三位一体。伫早前旧约的时代，无迄个三位一体啦。伫遮咧讲，谁能为我们去？迄个是。那敢若上帝伫迄个天庭，伫迄个天庭的中间有迄个有天使，有所有遮个天庭的护师，伊徛伫遐，啥人会为着咱去啊？上帝坐伫遐，那敢若是坐伫迄个天堂的王位，伫迄个王位，
若甲皇帝伫王宫内面伫遐咧讲话，啥人肯为咱去啊？皇帝敢若一个，但是伊用迄个复数，迄是一个集体的意志。小会伫咧开会的时，牧师敢若一个，但是伫迄个开会的中间，牧师咧讲，啥人肯为着咱去啊？迄是一个集体的意志。但伫即个遮，基督徒，咱若讲是咱是基督徒，就是咧军队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怎样做，怎样传，伊咧讲的就是咱伫咧军队。耶稣伫咧传的上帝国军啊，恁着悔改信福音。但今仔日咧讲的什么是福音？迄个福音，这是2年前长老教会统计的数字。咱即马长老教会会友差不多到30万人，咱的教会数1200几间，然后有人伫咧讲，长老教会拢无伫咧派宣教师，无影无食。会记得咱是一个集体，所以总会派出去的人，你我咱无一定会当知影这个名单，但是毋是无咧派，咱有但咱要安怎样成做一个传播福音的人？因为咱要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会记得你要传有2种的物件，一个是你家己的生命有改变啊无？你要传互人，传福音到尾啊，这个福音要影响的就是生命，甲生命的态度、生命的内涵、生命的价值。一个要自我放弃的人，伊因为信着耶稣，得到这个道理了，伊的生命换新，重新找到伊生命的价值。一个人，伊的生活活伫一个茫茫渺渺的内面，伊的人生毋知要安怎出足侪问题，然后得到这个道理了，伊受这个道理改变，伊换新伫基督内面，成做新创造的人。然后这个人要甲人传福音，就是咧讲。今仔日，我就是一个活活的见证，领受这个上帝做我生命的主。伫这个以前的人生，我的日子怎样过？即马我的生命变做什么款？尊主做大了后，我的生命，我的保守，我的时间，我甲人伫咧应对进退，我上帝啊！你若伫我的内面，我就知样。我定这个物件伫咧想这个事，所以信仰对我来讲已经是一个生活，已经落实到伫生活的每一个层次。上帝若是神，上帝若是活活的，那安尼伫伊的内面有光明，伫伊的内面有暗网，伫伊的内面，这个上帝甲我日日相同行，日日同大，然后我充满感恩，充满快乐。我的人生伫主的内面透黑暗，无拢是正面。凡事道来，要有信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无论发生什么代志，我相信凡事有伊的意思伫遐。只要我若信心徛在，只要我若行过了后，后来活倒转来，我要看见上帝的旨意水无比，伊的旨意大大超过我心所想。所以，伫咧传福音一个上水的。我甲你讲，你去学一套，什么套，真好。迄个人甲一寡见证传福音的方式，甲具体化，然后互伊变做较简单的。但是会记，迄拢是变做较简单的物件。遵守一寡较简单的物件，迄个毋是绝对化，迄是抑阁是简单的物件。福音真理毋是干那只个简单的物件。你遮个物件有搁较侪，到尾啊，人要看的是你的生命怎样。所以生命本身也阁是传福音上要紧的见证。过来，咱对咱传福音，圣经内面嘛是真要紧。即个福音上帝的话，也阁是咱的福音内面真要紧的精髓。所以你的生命甲即本圣经的话，咱来常常伫咱的人生内面。但什么叫做福音？真简单，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叫做好消息？甲乞食讲，倒位有通食；甲破病的讲，倒位有好的医生；甲无头路的失业的讲，倒位有工作，会当工作趁钱；甲
遐忧伤痛悔的父母囝儿，毋知要安怎办呢？甲伊讲，来，甲你的囡仔，甲你的手中的宝贝，鼓励因来教会。列位，我甲你讲哦，敢若来参加主日的礼拜，绝对对一个人的性命是影响无大。真正要影响一个性命，你的确爱对礼拜、主日的礼拜，然后爱搁去团契，然后你爱找到你属灵的长辈陪伴你。每一个丧失的灵魂，若敢若来参加礼拜，转去甲即个教会长老、执事、牧师，遮个真侪教会内面有真侪无共款的温顺的人，有热情的人。你若无甲伊接到，你敢若来做一个礼拜就转去。我甲你讲，迄个对你实际的性命、甲灵魂、灵性的朋友，也未开始。你是敢若知影讲，哇，才有一个信仰，才有一个教会，甲外口无啥共款。差不多，若礼拜一个礼拜是安尼。才有一寡话你爱得到了后，你转去，但是迄个转去了后，你就离开这个信仰的团体，迄个火把真紧就搁花去。团契的生活足要紧，你的确爱甲无共款的年龄、无共款的趣味入去到伫团契，遐也搁有一寡辅导，伊欢喜陪伴。特别拄啊，伫你个人的人生拄有特别的问题的时，你的辅导，伊本身。伊会搁找专业的，伊会搁找牧师，然后慢慢啊，你的问题反而就变做你的祝福。什么叫做传福音？你家己本身啊，大成担着伊的好处了后，担着伊的甘甜了后，你才会当传互人。你爱大成食着讲哇，这间餐厅好，然后人咧说啊，迄间袂歹，这个叫做传福音。所以你家己本身。我想做一个基督徒，现今有一寡教会，拢伫咧讲一项：你要来听道理，你要受训练，你就要付出代价。这伫生理场是对的，你要付出代价。啊，收哪悬的费用，逐个人哪会抵御迄项事？这伫生理场是对的，但是伫福音的内面，我直直咧想讲。那对上帝遐来，耶稣基督是毋是加遐是白白互人？基督的教会，你敢通转化用生理的目睭来处理这项？逐个人拢爱交真悬的钱，然后才受遐的训练。你若无遐的钱的付出，啊，即摆问题，佫都讲倒转来，咱会友煞怎啊变做白白得来，啊白白无要互人，白白领受。啊，白白无要出咧传，福音怎啊？你拢伫咧领受尔，你拢伫咧，安尼你无传出去的时，你煞怎啊变做一个自私自利的基督徒？传福音就是我白白领受，我都爱出去，的确都爱出去。这个爱互伊变做爱的流动啊！要安怎样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啊，互咱有即款的信仰的生活，啊，互侪人真正会当啊，即个遮有一个哀求啦。一个是大人，太太已经过身，啊，剩一个老人，啊，轮流伫三个囝遐，一人食一个月，食到尾啊，看目睭金金看到即三个囝哦。逐摆若要去祝福，啊，要离开的这个囝就欢喜甲，啊，要接的迄个就紧张甲，啊，安尼太太无对，敢若剩伊一个老人，安尼即互即三个囝、三个家庭安尼塞来塞去，很不是滋味，很不是滋味。后来伊就偷偷啊，甲因家族的一个长辈。偷讲，我一世人，我有欠一个啊，这个物件，我要看倒一个较有效。到时我甲这个物件要，干那要留互迄个。啊，迄个物件我藏伫厝内某一个所在，这个囝拢毋知，伊就故意甲伊亲族的一个长辈偷讲。我啊，这个长辈就偷偷啊，
甲伊的囝的某一个，伊较亲近的讲：恁老爸哦，伫个人生的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宝贝，听讲价值真大，伊干那要互迄个对伊较好、较友好。即个听着了后，就甲伊的太太讲，伊的太太知影这样代志，就开始就对因大公足亲足热情款待。其他两个兄弟，是安那，这个是安那，即马太对太无共款。后来佫调查，听着讲，老爸有即个风声出来。即马听到的时候，这逐个人所拢开始咧比赛，咧看要安怎样对老的较好，要安怎样对老的较好啊。三个人煞全安尼直点伫咧竞争，看啥人对老的较好。原本一个老的无人要治，即马为着迄个三个轮流咧抢，正到尾有一日破病，有一日死，真正伫老的遐找着一骹皮箱。拖佫重重，你知影讲，即几年逐个人咧友好时代，人心内是有一个目的，所以逐个人拢伫咧，若要去老的，要转去老爸的房间，就无可能敢若有迄个去，三个人拢会爱相约，因为惊叫倒一雨伞偷摕去，逐个人相约。我真正看到一骹皮箱，就对面床骹遐拖出来，佫真正重重，叫人用提索来甲迄个拍开了，一个开柜3粒石头顶面写一句话，遐咧讲当头前迄句伊讲都反正老人看安尼轮流心艰苦。讲每月轮食面臭臭，一骹皮箱陪到老，一粒石头救老狗。伊怎写一句伊的心境刻伫迄个石头的顶面。家在有即粒石头，救伊人生到最后。若无，互三个囝安尼踢来踢去。入去，等外口有真侪人。伊的生命的状态真惊吓、真无辜、真无奈，毋知要安怎的时，你为传福音救灵魂，就是伫遮。你我咱已经伫上帝的家内面找到安稳的人，你有责任甲遮的人，甲伊报伊知永福教会，报伊知你若无方便来永福教会。逐所在，你若看到十字架的所在，你就入去甲试看卖。这间教会伫遐有可能会当救你的灵魂，毋是石头啦，是上帝的疼。有当时这个教会伊即句拄无啥好势，你会当搁找另外一间教会，只要有十字架的所在，就是你的愿望。愿耶稣基督就是你我咱的愿望。耶稣基督。伊大声甲用伊的宝血，用伊的性命，带你甲我，咱毋是犹太人，咱是通过耶稣基督这条线，带咱来做上帝的囝。所以，逐摆咱咧祈祷的时，拢伫咧到最后，拢奉主耶稣的名，就是咧甲上帝讲：今仔日阮做你的囝儿，阮毋是靠犹太人行甲咧，今仔日阮会当入来到你的家，做你的囝。阮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靠耶稣这条路，阮入来做你的囝。国外的主甲咱讲，伊这个上帝是咱的天父，是伊的上帝，嘛是咱的上帝；是伊的天父，嘛是咱的天父。但咱甲这个好消息传出去，愿这个福音真正会当救着真侪灵魂，改变真侪生命。咱同心来祈祷。阮感谢主的恩典，通过圣神的启发、圣经的话，互阮知伫你的面前，阮常常祈祷读圣经，然后阮对你所领受到新生命的丰富，会当通过阮心内圣神的吹逼的声，每一个人拢变做一个积极的基督徒，
甲人分享上帝伫阮身上的恩典甲疼痛。每一个人拢爱有去经验生命怎样得到改变。阮过去真忧愁，即马阮有喜乐无？过去真埋怨，即马阮会当学乐阮身边的人，佮学乐上帝的恩典啊无？但恳求你，互阮真正会当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个丰富的人。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这是咱三甲金圣诗533首，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我真爱讲这故事。天顶奥妙的代，论主极大眼光以及伊大仁爱。我真爱讲这故事，因为我知事实，互我心安兼知足。赢过芳华甜蜜，我真爱讲这故事，就天也讲这故事，永远新鲜的故事，少年听我的主。这时，请咱起立，咱来吟全首。Yeah.
请坐。只是请咱三个来奉献，咱三个来回应上帝对咱的听。奉献诗歌。请坐，即时请牧师来报告。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咱所有人三甲伫遮做朋友享受伊的恩典。今日咱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李幼华甲陈雅丽医师毋知恁伫倒位阮欢迎你，请起立好无 ？OK 幼华甲雅丽医师 OK 愿上帝祝福毋茫有机会常常伫遮甲咱做朋友好无？我们就在这里哦嘿原来是中基的医生吗 ？OK 好这中基的朋友，逐个人等下我去哦。前出妹医师钱医师你伫倒位 ？OK 呀咱欢迎。我那新入来伫中华的医师吗 ？OK 好欢迎你哦嘿钱医师永乐教会是属伫咱大家的毋茫咱大家人三甲来吼今仔日是咱总会所定的教会甲社会纪念主日注意兄弟基督徒咱讲咱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来信耶稣，毋是干那入来教会，伫教会内面吟诗祈祷热心那定。其实入来做礼拜的目的是要受切出去。所以请问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爱关心外口的社会代志无？爱无？爱。基督徒的信仰生活袂使甲即个社会脱节。所以长老教会信仰真要紧，是一本圣经、一抽圣经、一抽报纸。伫报纸你知影今仔日社会发生啥物代志？圣经教咱
伫即个社会混乱的中间，咱着按怎样伫即个混乱的世界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所以基督徒特别长老教会信仰，咱绝对袂使抽离社会。咱一年有一摆纪念主日，为着即个咧奉献，因为咱总会做真侪社会的工。所以咱今仔日是爱跟我讲台的牧师甲伊讲，实个今仔日我要留伫咱教会，所以互咱知影这样事。咱等下12点就要上游览车，咱有2台游览车要去高雄，为着义诊团队要今仔日要服务，咱有2台车要落去甲伊恭喜。3体祈祷，若有报名的，请12点就爱上游览车，伫咱教会边后迄。拜五暗，蔡牧同牧师佫伫咱这个遮佫继续专题演讲，邀请你三甲来。你有看到咱教会已经不断地伫咧换新，伫咧充实。后礼拜我要邀请咱后礼拜，请你带你的朋友来。后礼拜是一个较报道型的时间。这是一个小丑，伊专业的小丑，伊是美国专业小丑学校训练出来了后，伫全世界用烧抽仔的方式伫咧传福音。所以伊定伊差不多1年半年较加无伫厝内，伊是马来西亚的华侨吧，所以家庭放咧拢伫逐所在，逐所在去咧表演传福音，拢无甲人摕钱，有心的人就包一个互伊，有心的人包一个，若无伊就逐所在家己去，所以实在是一原来看见一个咱咧讲立志传福音救灵魂，这是另外一个人。伊毋是伫教会内，伊是伫人群的内面，用烧抽的方式。所以拜六可能我会带伊去团契遐，嘛会去圣乐队遐，也是若会当咱约一个时间，甲迄个青少年团契斗阵看伊，再去分开看安怎，咱再过来协调。后礼拜的时间，伊原来伫即个遮做见证，11点到12点，伫1楼，请主日学呀。主日学的家长，搁咱下几学校遐来参加咱下几学校遐的小朋友甲家长来当，咱搁咧甲因联络。后礼拜邀请因来，直接甲即个有心有热情要传福音的小抽用小抽的方式变把戏变魔术，然后伫遐咧讲起上帝听。OK， 互咱知吼。迄个后礼拜。华语的礼拜是赵牧师了，原来有规场的迄个专题演讲。后礼拜讲到干细胞，干细胞伫未来的医疗，甲咱未来的生活方式会有无共款，会有真无共款吼。伊对即个赵牧师会对即个过来讲起基督教的伦理甲观念，请咱照即个时间来。咱国小组有迄个联络迄个联络部，请关怀组的中级经甲即个分到每一户的手中去嘿。先乐团教会第一主日开始佫恢复练习，时间改伫11点，礼拜日11点到45。请黄瑞老师甲保罗三甲分担来轮流。彩虹妈妈需要也佫需要人，请咱来嘿。我伫即个遮要甲逐个人会识的是，拜五咱伫殡仪馆有一场的告别式。突然，人咧甲我讲，牧师咱教会迄个有一个兄弟叫做林志大，志大伫咱遮咧做礼拜。我脑的内面安怎样拢找无即个人的形象。因为志大即个名甲即个人，我完全无法当去斗。因为太太伫中华教会做礼拜，敢若志大伫咱遮，然后我问几个人，嘛无印象，即个人是啥人。拜五我要入去殡仪馆主持告别式的时，我嘛也佫无法当斗。然后看伫棺木的内面倒一个人，我看到，即个人我都真熟啊。
伊定定来做礼拜，拢点点来，点点转去。阮两个定定都有讲话。伊嘛拢有拜三去真理寺遐查经。阮嘛会伫遐小拄着一个，但是我犯着一个是，我直直拢会甲伊讲话，会甲伊见面，但是我拢无甲问，请问你啥物名？所以人咧甲我讲一个自大，我毋知影啥物人。这是我，所以拜五伫咧主持即个告别式，我做牧师的我心情艰苦。请咱兄弟吼，请咱兄弟拜托，甲咱身边的人。若熟悉就熟悉，无熟悉咱加一寡亲睦吼。我来到遮1年半，要规个拢捌咱，我用我淡薄仔时间慢慢甲咱熟悉。自大的小弟志强，志强，伫咱遮有安怎有来咱遮咧做礼拜，所以请咱互相关心。OK， 修经团需要，也佫需要招募人请咱来。新的学院已经准备开始吼。咱今仔日也佫有另外一群的青少年伫台南的嘉义里，伫遐伫咧进修，伫遐伫咧受训。咱请咱替咱遮的青年人祈祷。你有看到咱教会无论是圣歌对咱教会青年，咱教会拢伫咧开始有一寡，拢直直咧活动起来。咱感谢主哦嘿，请咱直直久长安尼一波一波直直杀到伫今仔日，咱望逐个人一鼓作气，互咱的教会直直换新。无论是相连的活动，还是台南新南院有课程伫中期咧开，请咱家己看，请咱家己来。准备心，通互家己成做一个传福音、救灵魂的人。来，咱来看第8页，遮佫有2句话，咱三甲来。每周一句，台语汉字版的圣经第8页，来台语的咱斗阵读一个来。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搁一摆，这是耶和华预备来。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下骹才有一句台语：千算万算，毋达天一话；千算万算，毋达天一话。所以记得，人的人生有当时需要上帝的恩典，求主怜悯。互伊伫你的人生的中间，伫你的家庭的内面，互上帝伫你的人生甲伫你的家庭插一脚，咱会变做无共款的人。以上报告多谢。这是咱这个三界金圣诗554首，圣诗554首，透早起也好整，透早起也好整，用温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整，半晡也无停，着吞忍到昼息。宽心听候修行，就愿欢喜吟诗，我国收倒来，我国收倒来，我国收倒来，就愿欢喜吟诗，我国收倒来，我国收倒来，我国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我国收倒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透早起也好静，用温困甲热情。日头起也好静，半晡也无停。着吞忍到昼息，宽心听候修行，就会欢喜吟诗。我国收倒来，我国收倒来，我国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我国收倒来，我国收倒来，我国收倒来，就会欢喜吟诗。我国收倒来，好天气也好静，风雨也唔通停。虽然乌云掠来，也是着用情。江河若做清楚，只是石头修行。就会欢喜吟诗，
我国守得来，我国守得来，我国守得来，就会欢喜严实，我国守得来，我国守得来，我国守得来，就会欢喜严实，我国守得来，照相去也好情。做工甘愿着我，虽然拄着危险，毋肯半路线。甘愿若是全心求主招来接我，就会欢喜严实，我国守得来，我国守得来，我国守得来，就会欢喜严实，我国守得来。牧师来祝祷，当你通平安、快乐、热情对遮受册出去。若无人传，透有人会听；若无听，透有人会信啊；若无信，透有人会对这个上帝祈祷恳求啊。爸啊，这个是阮正做一个真特别的身份。基督徒就是一个使者，带着使命伫咧生活上帝国的使者。愿阮就是你的代表，愿阮就是听伊记号，阮用听服侍，然后阮所服侍变做一个福音的宗旨。愿阮听人改变、丰富人、背叛人，最后遮个人拢欢喜倒转来对你祈祷讲：爸啊，我欢喜做你的囝。但恁通平安对遮出去，三位一体上帝甲你相同行，坚固你的手所做的工，对这时到永世大不尽。阿门。请坐，上帝赐福你。